着前后，青阳航空店，已经是离开地面，何必再相见？欢喜来靠勇气，夜间的飞行，做男儿也是本分心头清净，天定星就是算我可爱的女性。万事 OK， 气候也顺调，而且阴暗的天气也特别美丽。地面的灯火，在这个所在看起来，蜿蜒一粒一粒的红布石，是讲迄个可爱，现在唔知伫倒位，无一定伫咧思念我。伊虽然真可爱，我的兴趣，我的生活也是可爱。哦，宇宙的一切。尤其是夜间的月亮、天星、银河，我爱无你，我要来去找你，现在就要来去找你。在飞机向前来去，探着月光暝。目的是吐出无聊满腹的悲意，到海角也天边，总是无关意。最希望一切苦情放乎袂记，也望有对我安慰。何必目屎滴？